你好，歡迎光臨。想揾一間環境靚、配套齊，仲有專車接送嘅 SPA， 今日呢間絕對啱晒你。會所大堂打理得乾淨舒適，常溫 SPA 同熱水浸浴相持齊備。沖完涼直接上2樓超大休息區，舒適大堂服務任你揀。每日傍晚5點半到7點，同埋晚上10點半到12點半都會有免費自助餐。材料新鮮，師傅現炒現做，拒絕預製菜嘅出現。多款新鮮水果、各式飲品，全部任飲任食。同埋介紹翻月亮灣嘅優惠活動，港幣現金消費100蚊兌90蚊人民幣，會員儲值100蚊兌97蚊人民幣，充得越多着數越多。想了解更多詳情 ，WhatsApp 同你介紹翻。嗱，講翻樓上有多間大型 K 房，按摩鬆晒就同3、5知己上嚟唱翻2首，放鬆聚會一條龍。唔中意喺大堂嘅，更注重私密性體驗嘅朋友可以入房慢慢享受。同埋我哋提供羅湖及皇崗口岸7人座專車 ，WhatsApp 我哋預約時間即可關口接載，浸浴、SPA、按摩、美食、唱 K， 專車接送一次過齊晒。想徹底放鬆又抵玩，即刻 WhatsApp 我哋預約啦。